敬拜来学到你的名，愿你的信心大，非常甲阮同在。阮从今仔日礼拜仰望交托主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咱先来看第二节，第二节的第二节，第二节383。第二节的第二节吼，过去毋是事情，过去代志放一边，过去代志放一边，事情是代志吼。啊，搁来第五节的同尾节的同尾节的同尾节，同坎地地无爱地坎地吼。好，咱来唱第二节过去代志哦吼，第二节。真俗的诗歌，透早起也好听。来吟第一节。 请咱把手机关起来，还是关静音。
所以人若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单拢变成新的。圣诗第383首，主有恩典大慈悲。圣诗383首，主有恩典大慈悲。会众请起立。咱犹原家的宣读新的界面，伫圣诗的头前面，请掀开斗阵，齐声讲：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教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号。我用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。恁若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竟然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会众请坐。启应文第13篇，启应文第13篇，伫圣诗的后壁面，我来启，你来应。启应文第13篇，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。因为我家己知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而伫教你讲话时，显明做义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。你所听的是心内诚实。求你用牛屎草洗我，求你洗我，求你予我得到听欢喜快乐的声，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。我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。
因为你无爱这面，若爱我就要恨。上帝所听的罪，就是忧伤的事。祈祷，请三角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。伫新的一年，教会有新的开始，新的组织、新的种子，要来互建成教会有新的气象。主啊，愿阮对起头就有合一的心志，欢喜来服侍你。因为阮仰望你的旨意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仰望伫教会中间，会当来实践上帝国，因为你就是教会的头，阮拢是你的肢体，要来成就上帝的荣耀。若是种子，阮也仰望所有的会友，斗阵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因为服侍毋单是种子的责任而已，更加是上帝国所有的人所应该拍拼努力的目标。阮仰望伫建成教会，会当显明上帝的慈悲、怜悯甲公义，互心内丧享的人来到遮，就会当感受到上帝无限的疼痛。耶稣基督赦罪的大能甲圣神的引带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好了，咱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《坐来欢喜》。
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15章1节到6节，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页。罗马人书15章1节到6节，第1节，咱遮的信心坚强人，应该互信心软弱的人斗担重担，毋通求互家己欢喜。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，互得到利益，通建立信心。第3节，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，反倒亲像圣经所记载，侮辱你的人的侮辱，拢归伫我。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盼望。愿使忍耐甲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同心志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，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。正道，请伊个牧师，今仔日的题目是新年新愿望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！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满满恩典。你过去的一年，无管阮的生命中是出日还是落雨，主阮知，你拢甲阮同在。新的一年，愿你的信心的大开，咱来引传阮正兄弟姊妹来跑走头前的路站。愿你的话，伫2025年第1个主日，就甲阮同在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真紧的时间来到2025年，大家有愿望无？牧师吼，你毋看牧师今仔穿啊红色的哦，喜气啊！2025年，这年好亲像咱人生命一条分界即个线啦。哦，一早起吼，5楼顶楼娘一溜，我来讲新年快乐。哟，牧师，搁加一回啊，搁加一回。无管咱过去的境遇是如何，伫某一部分来看，过去的代志，无管是好的还是歹，2024年应该拢总已经过去啊。因为新的一年，好亲像是过去啊，重新归零啦。好亲像咱转来一个新的起跑点。互咱对未来充满大大的盼望。无就想新的一年，大家应该拢有新的计划甲要来完成。2025年有人计划要出国旅游的无？哦，有哦吼，牧师嘛有咧吼。啊，嘛有真侪人要计划啦，伫工作上会怎样有成长，啊有。一寡咱的囝儿孙要升学考试，嘛有人讲为了要身体较好诶，啊来健身运动，甚至有人要来改变，要来扭转啊。目前真震荡，无管是伫外在还是内在，受到黑黑暗暗控制伊的人生啊。毋望伫无明的中间，2025年这个光来引带咱方向。互咱光光来跑走美丽人生，跑走出来有盼望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是一群受上帝拣选的基督徒。基督徒是一个荣耀的职分，咱甲一般的毋是基督徒的人，领受较侪对上帝来恩典，互咱会较法度来感受啦。人伫世间的日子呐，拿花拿草，拿花拿草的意思就是讲，性命无定着，性命是有限的，性命嘛是真短，性命嘛随时都会互上帝来接走。所以咱基督徒，如果咱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甲一般的人所求的同款，我们新的一年可能要自产、赚钱、升官。咱计划要吃喝玩乐，牧师毋想安尼无好，安尼有淡薄仔可惜。咱检采有去想，咱诚做基督徒的意义是啥物？
只有顾家己的问题，只有顾家己的好吗？也是安尼，耶稣就白白为咱定伫十字架。新的一年，愿咱做伙透过罗马人书来思考，上帝拣选咱，无管咱当初是甚物原因来到教会，咱目前拄着的境遇是如何？上帝要伫咱的信仰团队内底啦，起造咱、使用咱，成做上帝国合用的器皿，来回应上帝的教会。首先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《罗马人书》15章第1节甲第2节。咱即摆读的这个是现代的台语啊，一般可能会大家较真紧就明白伊的意思。咱做伙来读第1节甲第2节，来请咱遮个信心坚强的人，应该和信心软弱的人斗担同担，毋通求互家己欢喜。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到利益，通建立信心。教会毋是一个俱乐部、佚佗的所在。咱知影教会是一个信仰团体。咱常常咧讲，教会是属灵的大家庭，无毋对。伫主耶稣基督下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可能你甲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间，比甲你的父母斗阵的时间搁较久。牧师就是安尼。我一年可能看阮妈妈2遍3遍，但是阮到兄弟姊妹，咱逐礼拜拢有见面。对某一个角度来看，一家人应该呢互相帮忙、扶持、斗分同担，无分彼此。但保罗却伫今仔日的经文讲了啦，第1节讲啦，伫教会内面有2种人的存在，一种是啦坚强的人，一种啦软弱的人。另外角度嘛在讲，一种有能力的人，一款是无能力的人；一种是有信心较大的人，另外一种啊软弱的人、无信心的人。为什么教会内底会出现安尼的人？教会无管是2000年前的教会，还是现在的教会，教会人甲人之间的纷争、冲突，毋捌减少过。咱嘛咧想，教会毋是讲疼的所在吗？为什么教会还是会发生即款的代志？这有时嘛是互咱想袂明白的代志。原因是对始祖亚当所遗传留来的这个罪性啊，这个罪性永远伫咱的内心啊，咧蠢蠢欲动。伫到咱人这个肉体，咱这肉体的身躯，只要有机会出现，什么机会？对家己有好处的这个机会，就是贪啦。我书正经讲吼，咱2024年，咱算出来，咱代表咱台湾2024年，就是贪这字。因为贪，人无小心啦，陷入罪恶的引诱的中间啊。首先，咱人以前啊，较求家己的利益。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咱俩自我最中心，直到咱常常用心底真欠的眼光来看上帝的教会。所以保罗伫遮要互咱明白一项代志：教会内有无共款的人存在，这项代志是正常的。虽然因为安尼，会无共款，看有可能造成教会人甲人彼此的纷争，常常看到走紧的人无原因啊，等慢的人，做代志较顺手的人、有信心的人，真无耐心来扶持、包容其他的人。看安尼较慢的人真奇怪。但咱检采无去想看卖吗？换一个角度来看，
这款无同款的人做伙的情形，才是真正基督的教会。啊，无咱就拢诚做机器人啊、机器人啊，拢共款，哦，拢共款。因为人的有限，咱拢有可能某一个时间点，咱诚做软正的人，咱需要别人的关心。那么有可能是某一个时间的顶面，咱需要有人的扶持甲教导咱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咱的身躯毋是仅若有手、有骹，嘛有有目睭、有喙、有鼻孔，还佫其他的器官。安尼看，无共款的人做伙，真正有上帝满满的心意伫中间的。但实际上，咱拢知影，要甲无共款的人做伙斗阵，有简单无？真困难呢。甲无共款的人要做伙，就需要接纳，咱来接纳别人无共款的想法、习惯、生活背景。莫讲甲无共人兄弟姊妹，夫妻啊，夫妻嘛无简单斗阵咧。咱爱接纳别人的无共款，但是一般咱拢团体还是组织，一般拢有排外性、排他性。在座兄弟姊妹，咱虽然已经伫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真久的时间，但是咱常常嘛受到过去迄个我控制掉，过去的那个老我，咱特别用咱的肉体，用我们的肉体，用我们的血气。拄到代志的时阵，咱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咱的兄弟姊妹，去处理咱所拄到代志。伫个教会，咱常常看到强的这边，轻看甲软者的这边，伫个做出伤害的代志啊。甚至最后咱看有的教会内底分党结派，双方彼此攻击。互相论断，无法度彼此相定。当某一边掠着家己利益主张先入为主的这个成见的时阵，会先看你是毋是参我共一国的？咱看咱台湾的乱是毋是安尼？你是毋是参我共一国的？啊是安尼？咱看咱即摆基督的教会同款，为什么会继续哩吵吵闹闹？所以保罗伫遮呼吁如果有人愿意互相斗打同打，牧师遮请问者那个扁担有打过迄个扁担的人举手者。哦，佫袂少的顶面骹无，拢下骹来请。哇，嘉伟，你那么年轻，也有挑过扁担了牧师嘛有挑过扁担，那个扁担不容易耶。斗打同打意思是讲，坚强的人爱扶持软弱信心软弱的兄弟姊妹，走较紧的人爱等走较慢的人无求家己的利益，并且爱帮助跋倒的兄弟姊妹起做信心。当时佫徛起来，安尼就诚做真正的信用团体。但实际上，牧师嘛知影，咱要靠咱人，真正是做袂到，因为咱人拢是属世界，咱人有最的软弱。有时你感觉做会到的时阵做会到，有时的时阵，等下你心情歹，还是你佫做袂到。所以，但是好消息就是咱有耶稣。好消息就是咱教会是奉耶稣的名起造的教会，毋是拄则老师就开始讲的，毋是俱乐部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30甲第40的经文，第30甲第40的经文，咱做伙来读，来请，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。反倒亲像圣经所记载，
侮辱你的人的侮辱，拢归伫我。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望啊！耶稣基督亲自成做咱学习的模范。教会的模范是耶稣基督，毋是牧师，嘛毋是长老。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伊是上帝的囝，无求互家己欢喜。咱知影耶稣原本应该是伫天顶，伊甘愿成做人，来世间为了咱受顶伫十字架顶，然后保血洗清咱拢总的罪。耶稣为什么人？为了你甲我。互愿意悔改、相信基督的人，拢有长头生的机会，永远我会毋忘啊！那进前保罗所讲的，咱咧互相斗打同打，就是亲像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啊！基督伊无求互家己欢喜，伊顺从上帝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讲，原本属于其他兄弟姊妹爱打的迄个打。只是咱来做伙分担来担，毋是讲教会要摒扫，大家紧走。我迄天有拄到一个人吼，毋是咱教会哦。我讲你换来即间教会，伊讲因为阮原来的教会要建堂，我紧来走。用要建堂啊，还奉献哦，伊讲紧来走，我听怪怪。咱来做伙来分担承受啊。这个担毋是讲咱讲100公斤，毋是讲一人担50。有时咱为了软弱的兄弟姊妹，因的信心软弱，咱需要分担更较重的担。有时咱帮伊担60、70公斤、80公斤，甚至咱担90公斤，伊担10公斤，有容易无？真无容易啊！但是保罗讲，耶稣嘛是安尼为着咱，并且耶稣是担偌济，担100%，真正超过100%。耶稣基督伫世间的3年久的所做是牺牲的疼，嘛是成全的疼。咱嘛爱学习，咱嘛需要亲像耶稣安尼，受伫信仰团体里面受侮辱的时阵。受委屈的时阵，咱依然用吞忍、用忍耐、用疼、较包容去接纳教咱无共款的人啊。咱知影，像咱咧做社区的事工是非常的无简单。为什么？社区事工的时阵，来的兄弟姊妹百款。但是咱若是讲因爱有咱的规定，爱怎样一寡限制，毋知咱从垃圾怎样，因无法度留啦，无法度留在咱教会。当咱凡事无求家己的好事的时阵，金钱、地位、权力的事，反正咱就记得对上帝来安慰咱的迄个力量啊！上帝安慰咱的迄个力量，会互咱对未来充满望啊，望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斗担重担的时阵，无求家己的欢喜的时阵，咱就渐渐的亲像耶稣怎样，将温暖、慈爱、望带落别人。咱社区在长辈，伫咱陪伴因，共要10年。这10多年的时间，较久的来，伊拢会写赖，还是对咱这个志工，还是教会长老、干事，有真多的回馈。伊讲，因为咱的疼，咱无求回报的这个疼，互因感觉真多温暖，互因有望。兄弟姊妹。也是安尼，咱无求互家己欢喜，愿意分担兄弟姊妹担当的时阵，也是咱的教会，咱的团契，
的中间，自然而然咱会充满彼此相听迄个香味出来。咱搁最后来读今仔日20节的经文，第50甲第60节。罗马人书15章第50甲第60节，咱请来，愿主忍耐甲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同心志，合适基督耶稣的模样，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牧师讲到这，我毋知你对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，有啥物愿望？对一位基督徒来讲，绝对毋是今日有拍算家己的好处，因为咱的主耶稣嘛，毋是安尼做。反正，咱伫这个新的一年，应该要尽心尽力，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。这嘛是罗马人书对开始来真大的重点，咱要甲上帝建立有关系。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讲，咱独了大先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这个物拢要煞互恁啊！当咱甲主耶稣有相结连的时阵，2025年新的希望的方向就是对啊！无管你要计划啥物好，当你先主耶稣先结连的时阵，你迄个方向计划就是对。咱将主耶稣放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生命的中间，意思就是讲，其实咱的计划拢甲主耶稣有关系啦。主耶稣有关系，互咱的身躯随时带有基督的香味啊！互上帝教会，互咱建成教会，因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好的模样，诚做众人听的出口。等下，咱要来举行中级的补救任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咱拢是肢体。受拣选的中级来合作牧师治理教会，做伙牧养长羊群。受选做中级是责任的开始。牧师伫做牧师进前，我来把做个中级，迄个责任，真正认真来讲，牧师，中级会做的工具，比牧师有时搁较侪。中级会使讲是教会的领袖，中级爱珍惜、珍惜这个无简单得来的身份，随时注意警醒。你所讲，甲你所行，带领所有兄弟姊妹，因为信耶稣基督，诚做互上帝亲做伊的人，离上帝教会合适耶稣牺牲的模样，担当彼此的软弱，无求家己的欢喜。愿咱新的一年，咱所有兄弟姊妹，拢有一个丰盛。阁有春的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是新的一年，你透过罗马人书来鼓励我，来教导我，愿阮信心的大开力来帮助阮扶持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无管阮是坚强的，阮还是阮软弱的。阮伫耶稣基督的下面，阮要彼此相听，彼此相扶持，互建成教会，诚做是一个听的教会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的圣诗第488首，透早起夜好种。圣诗488首，透早起夜好种。会众请起立。
众请坐。受职就任，咱请黄子美牧师来主持。这条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赐节，要来进行长老的设立。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，访问新区欠安的，鼓励领袖倒退，也鼓励教育青少年，引带追求真理。造就圣道的信仰，做圣道的典范。那首交代，通代表东会副中会总会都无教会的发展。这是咱也做伙来吟圣诗228首，圣诗228首，耶稣圣会照法度，会众请起立，咱吟全首。圣诗228首。请坐。这是请要来补就任的长老考证会到伫台前。这是要来进行甲上帝和证人的誓约。牧师首先来问。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所以你信仰甲即阵唯一的根据也无？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信任的四道圣经、尼西亚圣经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也无？你欢喜做建成同会长老，是着忠诚正直服侍教会，顺奉基督做教会的头。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，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无？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，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？好，这是请建成教会的会友来起立来誓约。只要你的会籍是在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请你起立，我们一起再来誓约。恁已经竞选考证会来做恁的长老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也无？
依照法度治理教会，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。恁若要安尼行无？恁着敬听伊，体贴伊，替伊祈祷。伊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磨，爱恁得着救。恁着帮赞伊，互伊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。恁若要安尼行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毋通四界报扬，直到妨害大局。恁若要安尼行无？好，会众请坐。这是牧师来宣告，我奉基督耶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同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你做建成同会长老来协助牧师。线通知互遮的信徒知，即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。当信神设立你做长老，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，毋通出伫勉强，是着存欢喜的意思，做羊群的模样，就大牧者显现的事，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。阿门。即是请现今的长老牧师做伙来接纳。下面来进行执事的补救人。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来设立教会的执事。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，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，互因通专心服侍上帝的话甲圣礼典。这是来吟圣诗229首，圣诗229首，圣会应该有执事。会众请起立，做伙来吟全首。这是请要补救人的江浩志、蓝佑书到台前来使用。
好，这是我来问，恁搭要领受执事的责任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啊无？恁愿意做建成教会执事，就爱忠诚尽职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伊的教会。恁要安尼行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，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，就我靠伊来说法。恁要安尼行无？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？好，这是请会众起立建成教会的会友起立来誓约。恁已经竞选江浩志、蓝佑书来做恁的执事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？有。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，恁就敬重因、疼痛因、替因祈祷。恁要安尼行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毋通四界报扬，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。恁要安尼行无？请坐。这是牧师来宣告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同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做建成同会执事，煞通知正会友知。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，当恁受设立做执事，协助牧师甲长老。着存清气的良心，办理教会事务，互上帝名得到荣光。阿门。这是请长老、牧师长老来接纳。奉献，请长欢的同工。会众请起立。
会众请坐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。教会意向，成全正圣道，万民皆祭司。第一点，愿咱为着即个因着信，互上帝称做伊的人，拢会当互相担彼此的软弱，毋通担求家己的欢喜。第二点，为着肢体，罗雪因、谈德明、谈丽水、赖清光、王林正秀、谢丽辉、陈秀良、柯长美、王思琪、林依乐、李碧玲、杜昭、李亚娜、陈怡君、尤志坚、简英志、沈淑慧、王欠如。第三点，为着第22届长老甲执事来祈祷，愿因会当专心仰望主，光强壮大，哪服侍哪甘知。第四点，为着台湾总统甲朝野党团伫人事权限甲各项政策的推动，拢会当按照上帝所欢喜的方向来努力。咱三甲来祈祷。生活还是伫信仰主啊，你拢带领因看顾保守，求主你来看顾保守。咱的新的执事甲新的长老，伫新的一年未来的死，勇敢来当心合，按着上帝国来跑走，主来帮助阮来当帮助更较济人。看到上帝的人光，明白主，总感谢你，看到保守，台湾的政府当好的方向来跑走，当好的政治，主啊，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的献就伫你的面前。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，看顾保守身躯病痛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。现主是阮要用你所教示的祈祷文，真声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光明教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心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。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有的带阮离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，后周的事工伫周报的顶面，请长款的同工来注意。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。第一点，本主日举行第22届长老甲执事的补救日，拄仔载已经煞，所有的种子着齐心来建造教会兴隆福音。第二点，2025年的爱餐零现款，今仔日开始会当来交纳互干事来入晓，感谢大家来支持爱餐的事工。另外因为其实是物价的飙升哦。每周敢若6000块的预算，真正是可能无啥够。若是有对爱餐事工有负担的兄弟，请继续为着爱餐来奉献，请注明为着爱餐基金来奉献，因为阮是专款专用。第三点，2024年的年度的决算校册，请各部甲各团体上万伫本主日来交互干事。来互查校委员来检查。而且加2024年的事工报告，甲2025年的事工计划甲预算，伫1月19号进前交互干事，来互会手册会当顺利来编印。第四点，
教会有新村的村员供会友来使用，原则上一家领取一张，会好车到交台岛来索取。第五点，2025年第一季新安国读经的手册，请家己来交台岛顶来摕。团契消息第一点，1月11号到12号圣歌队的退休会，地点伫南投，2位牧师甲干事的一同前往。第二点，1月17号拜五上午10点，双年团契伫1楼聚会，主理是姊妹牧师。具体消息讲是为遮的姊妹就是无长老甲立关长老的查某囝，因得到千金，愿上帝恩典丰丰富富，赏赐予即个细囝，保守看顾伊，真古锥啊！恭喜吴长老甲丽娟长老。咱阁有真久无看的吼，咱的必然姐因后生对美国转来吼，今日特别带伊来做礼拜，来徛起者，互大家来。真欢喜吼，因为必然姐伊的腰较无好，感谢主感谢主，安尼是新春第一礼拜就看到牧师真欢喜真欢喜。上言圣诗第514首，打马散会求主赐福，会众请起立。打马散会求主赐福，好愿心中上快乐，大家结连亲爱互助，我去等地主脚步，地主脚步，地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，因更宽bình归主性命，总愿心志免惊惶。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帮助咱伫2025年有新的目标、新的方向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密道闭会，请到1楼请安交易。